孩子北漂到新北、台北工作，物价差距相当有感，因此不少北漂族为省钱，吃的方面相当节省。来自台中的艺人张立东为演艺工作到台北打拼。他举例，台中鸡腿便当落在60至65元，但台北动辄破100，且配菜差不多。不过最让他害怕的是有早午餐文化，因为吃一餐下来花费惊人。张立东在节目《命运好好玩》分享北漂族的辛酸。他表示，台中人的早餐喜欢吃黄色干炒面加猪血汤，再配上辣椒酱，不到50元就可以吃很饱。但来到台北工作后，发现台北人习惯很晚起床，因此有早午餐文化，听起来像是一餐解决早餐加午餐，但没有2餐的分量，且价格动辄300元起跳，根本就是2餐的费用。因此听到朋友约早午餐聚会，都会让他相当害怕，因为不去好像跟不上潮流，但去又苦了钱包。因为台北伙食费惊人，因此张立东除了向在超商工作的朋友讨集齐食品填饱肚子外，也时不时跟自助餐老板娘博感情，点餐时请老板娘算便宜些。另外，张立东表示台北交通相当复杂，刚到台北路不熟，常常开车遇到单行道或是时段性转弯，1个月下来就收到10几张罚单，因此只能把缴罚单当作缴学费，慢慢的把台北的路记熟。